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你敢知影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嗎？今仔日就是立法院復委的最後一擺機會。軍告也是卡死死，今天最後一屆無復委。民眾黨提出的版本要買武器無配套嗎？國防部講安尼買來嘛無效期。今仔日4位專家甲立法委員鬥陣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立委李坤城，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徐文樂，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前中國國民黨立委吳育成，大家平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釋。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來關心立法院到底如何？民眾黨團在昨仔提出了黨團版本的軍告特別條例。國防部今日早起開了記者會，因認為民眾黨的版本干那騙錢要來買武器，卻是無買系統整合的其他配套，有問題。民眾黨的立委林國成就批評行政院的版本有一部分的預算抗辯授權無清無楚。啊，那民進黨團望行政院甲民眾黨的版本做伙交付委員會來審查，但是今仔日立法院的定數委員會，南北兩黨各以人事有數第10屆來否決了總預算，啊，甲國防特別條例復委審查。行政院提出的1.25條國防特別條例，各條佇立法院。民眾黨團嘛提出軍告特別條例，內出包括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等5項採購項目，上限是台票4000億，採1年1期的方式來編列。但是國防部早起開記者會回應講，民眾黨團的版本敢若買裝備，無建立配套措施，恐驚是會真歹實行。它都沒有列國內配合款，比如海馬斯，它是必須要蓋戰保跟車保。這些是沒有在裡面，按照這個版本去做，真的確是窒礙難題。國防部強調講，7大項目若欠一項，都有可能衝擊到已經準備要調整的作戰計劃的執行。國舉例講 AI 輔助和45 ISR 系統都是關鍵項目。若是無這套自動化的機關系統，就算買更較濟武器，嘛是干那會當家己做家己的。國強調美方軍購的法計師是有嚴格的期限，若是過簽署的期限，所有審查的定數攏要定來。你購買什麼武器要明確化，是含糊的。這裡面有一部分的錢要做什麼，是空白授權。我們對於有黨的決策，我們是尊重的。要決定要去支持，我想我們要等到黨團大會來去決定之後，我們才能做出一定決策的方案。國防部提出來的版本才是最完整的版本，才是最切合台灣需求的版本。國防部提出來的行政院版本，應該要一定能夠一起復委，而且必須要趕快審查了。立法院定數委員會中晝會針對30議會議程來做討論。民進黨團強調講，未啟動民眾黨團的版本，是希望包括行政院版所有的版本，攏會當佇這會期上尾一擺立法院會復委審查，而且佇後一個會期較緊來審。公司新聞綜合報道。這個題目其實是老題目，吼，所以啊，咱若要囉嗦，我直接就先請問這個委員吼，他拄仔林國成委員，恁的同事講，這裡面有抗辯機票。敢是安尼？是啥物作用？我小等會請吼，這徐副委啊，徐副主委甲辛老師吼，啊那這個你來先講看賣，抗辯嗎？無啦，那有可能是抗辯吼。我先甲大家報告就是講吼，咱今仔日的軍購條例吼，佇咱的程序委員會內底吼，佫可以用否決啊。哦啊，所以吼，咱這個禮拜是到拜五是咱這個會期是最後一天嘛。大概要過年啊啦。對，啊無，過2月1號就開始過來報道啊啦，吼。好，我是講吼，咱這整個程序吼，拜二用叫否決掉嘛，啊，即馬剩拜五，拜五還有機會啦，吼，拜五若是講有這個機會。
甲咱家己民進黨的吼，咱行政的版本哦，含我跟你講含民眾黨的版本吼，會使鬥陣來付為，我感覺嘛是會使，吼，就是講吼最後的機會，吼，剩拜五爾，吼，無你就是無，行政的版本若是無法度拜五先通過，就擱愛拖吼，拖吼是拖真久啊啦吼，我簡單來講吼，拄啊，林國成委員伊講的，講什麼空白授權，我甲大家報告就是講吼，這是吼，這是咱即屆吼。國防部吼所提出來咱的不對稱作戰的一個特別條例，就是咱今麥要討論的是軍購特別條例吼。啊，其實吼，伊內底第4條，第4條吼講我講清楚是講吼，咱有要多歸哪些的軍購的項目啦，攏總包括7大項，都在這裡面，攏在這內底，吼，都在這裡面。那所以吼，無什麼空白授權的問題啦，吼。啊，咱的軍購特別條例吼。你甲咱寫誠清楚啊！吼，要買啥物物件吼，精準火炮吼，啊，打擊飛彈吼，這個無人機載具吼，反制的系統等等吼，啊是較重要吼，還有在下面的就是講吼，咱的人工智慧，還有咱指揮，這是包括咱的指揮系統吼，啊個包括咱的吼，真的作戰的這一個持續量能的相關裝備，就是講吼，咱唔是講嘿，這個買吼，比如講飛彈啊，還是火箭吼，就是講採買的數量。飛去都無啊，拍出去都無啊，我們還要有後援，還有後備的吼。啊，個咱的韓美講吼，共同的採購，這是包括講吼，咱家己國內吼，咱的廠商家己要做一寡無人機。委員簡單講一句，你就是打講絕對無迄個空白授權。這沒有空白授權啊，就是講吼，咱的條例當家。咱先停下，我和民眾黨來講看來。會使。來，齊老師，你真正有空白授權，要提證據出來。好，我簡單甲大家說明一下吼，因為我較多看這手板無這張吼，來各位，我唔知安尼有清楚無吼？好，咱1.25兆，伊的結構是啥吼？第一趴就是要買物件的，好，第二趴是國防產業化的，啊，第三趴是未來有可能買，但是即馬袂使講，也是講即馬也唔知是啥物款的，吼，是3趴，但是類別有出來無？哈？這6000的，這上後尾這第3項的，這類別有出來無？我甲各位報告，無啦，這目前這也無出來，但是呢，佇阮指出來了後，頂2、3天有放一個消息，講要來買愛國者3型，但是呢，阮也無這個分析的時陣吼，這個物件袂變出來，而且即馬是消息爾，也袂確實。無，副主任，我甲你請教一下吼，因為這當初是這個條例有分。7項還是8項嘛？7項啦，7項嘛。啊，這個7項，假使啦講這個愛國者，吼，是這7項裡面一項，安尼有算作有清楚啊無？這無就是無佇內底啊，啊有勉強來講，有可能是未來這6000。安尼我小張和新老師，我和新老師來說明一下。安尼我先跳一個和新老師來講一下哈。這講有空白授權。我看是無啦，因為這7條內底吼，其實攏甲國軍即馬需要武器攏放佇內底。啊，拄啊，副執行長講的愛國者飛彈，其實佇第4條，第4條是防空反彈道反裝甲飛彈，有一個各式防空飛彈系統。哦，若要買，就會使佇這內底，預算去擺放佇這內底。當然，這特別條例你袂使講啊足清楚的吼。第一個就是講美國願意賠互咱。啊，偌濟錢你囥落是不要緊，啊，但是有咱計劃要買，啊，毋過伊可能就敏感的，你就袂使甲講出來。你甲種用一個一般性的名詞甲講一下就會使，因為這簡直是特別條例，因為伊後來要編預算，啊，編預算了後，佇立法院佫要討論，迄個時陣就有特別的項目，甲金額偌濟，攏足清楚的。所以我感覺伊是特別條例，毋是講啥貨攏要講清楚。啊，毋過我看民進黨的版本吼，是足清楚的。啊，毋過你得繞這繞迄啊，像迄國防部迄個戰規司長就講啊，像這個海馬斯火箭還是 M119A7的自走炮。啊，國防部就有迄個彈藥車、救濟車、精準彈藥。我嘛愛，我請民眾黨來講者，我買這個車啊，就無車庫，啊無彈藥。啊，這是要安怎用？哦，我先報告一下吼，都順着較多沈老師講的吼，就是講像愛國者3型這項物件吼，無寫佇進前攏無講到吼，等甲阮咧質疑的時陣才講出來，這第一項。第二項，
美國我這麼看吼，給大家看，這是美國迄個官網，就是國防安全合作署的官網。伊要賣予台灣什麼物件，咱官網都有寫，而且不只是項目爾，數量、價數全部攏公開透明。啊是安那，咱甲台灣的國防部，這全世界攏看到，阿強啊嘛看到啊，這有啥機密？結果咱的國會所攏唔知。無啦，哦，這是上重要，這是上重要。確定要賣予台灣，伊開始公布啦。是啊，所以你若條例有通過，有算內底攏會討論到啊。你互我做主持，我來問一下，是。啊，既然你來看到啊，無，我所以要講，無啊，你嘛看到啊。無，大家會使去個網站，我相信沈老師嘛，誠知影這個網站吼。目前愛國者3型也無佇內底啦。也無佇內底啦，吼，所以為什麼阮黃國昌主席去到美國了後，伊講啊，你有公布，我就練；你有公布，我有練。你也未公布，我嘛唔敢練啦。像他怎啊，沈老師講啊，迄車要停倒位？什麼？迄海馬式的。有，阮的條內底有，咱有講其他相關設備哦，我嘛有其他相關設備哦。哦，感謝安尼，沈老師。是，來，其他相關設備各無搞啊，彈藥算不算相關設備？哦，我甲沈老師報告了哈，立法的一寡文字哈，有時陣會掠量。哦，是不是安尼？安尼你講得真好啊！我來請有心委員啊講一下，愛掠量啊，大藥啊，是不是安尼？我講，今仔日若是一個負責任的民眾政府，針對着一個民眾黨提出來的一個版本，你也代表大人大量，宰相倒來會聽準，心胸開闊，講感謝在野黨提出這個版本，但是阮會當摕來甲官方的版本大家對比，阮若做了無夠的，阮用你的物件，阮若感覺阮對的，阮會甲你來講。委員你講得真好。所以講我講，今仔日規個民進黨從為行政院開始，一直到李坤城委員的態度，我認為安尼是唔對的。因為無必要安尼嘛，因為在我是毋是有講？我兩個一起付誒，我是毋是有安尼講？你聽我，你真袂使講阿袂付誒，真正就講人安攏唔對，人安怎什麼都無。對，咱嘛愛講出來啊。你真阿袂心知啊？你說一個，我看這條文我就知影。我做過留意，我知影。你也無經過審議，真你含民眾那版本你都無好。我跳進來審查。我講，所以講你咱好講者，一條2500個，佔咱台灣國家總預算超過1/3。8年啦，你行政大道上看嘛？不，你一遍不要過啊！我8年啊！你趕快啊！你講是1年啊？我用1年來比袂使啊！你忙袂使，你講起來。我聽你的電話講完。如果這麼大筆的錢，在野黨不管叫做國民黨啊、民眾黨，因用徛佇百姓立場來質疑、來要求、來希望政府當開一個說明會。國民黨當然是希望賴清德總統來做國政的諮文，來到立法院。你既然跳歌要共開落去，你無你嘛敢講？看是哪要真正要燒台、要保護台灣是要安怎做？你徛總統的高度，大家尊重你。第二點就是講，你這麼大的錢，你委員講完全攏無抗辯授權，你話唔能講啊緊哦。我感覺你小書絕對內底有抗辯物件。總我用沈老師的專業標準來講，有的物件你嘛伊會抗辯啊，伊無可能講攏總來填啊。那填充填管的，我係當理解你講的，就是講因為有誒伊袂武器啊。我毋知講，你好膽，你叫行政院出來講，但是國防部你顧門口的顧部長出來講無，無你甲我講，你一條2500億內底項目偌濟，來這加起來都一條2500億，是你嘛差不多啊，是安怎？無你若要講，你若講遵守國家機密，我尊重，但你基本上愛互社會一個交代。互國民黨、互民眾黨、互在野黨、互無黨一個交代。委員，你講了我真贊成。是啊，你有贊成講規期互因陸的，互伊付位。對，我就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無法度，就是因為賴清德總統加行政院長兩個違法違憲，人要甲軍人加薪呢，已經國總統公布啊，已經行政院公布法律唔執行。你要燒台？你要去買武器，講買一條2000幾億，結果軍人的加薪你無迄個度量，要叫人去付性命，叫人去犧牲子弟性命，你人加薪你都無唔通，你含安尼都唔通，你要安尼叫國民黨、民眾黨要互你通過嘛？所以我即擺來講，我即來講政治的角度，所以今仔日毋是講大家反對國家國防的特別的條例。
因特別條例要互你付話了，以後大家咧審查，哦，迄個強對強咧，迄個足大筆嘅地圖，愛講。但係你今仔日你無迄個量，互軍人嘅加薪會當通過。而且我愛講，這裡底有一個重點，國民黨講了，甲民眾黨上道理哦。伊要甲軍人加薪，包括義務役嘅，要加個基本工資28000塊左右。這錢甲我甲算落，攏總加起來無超過500億，含安尼就唔通。啊！你安尼政治啊，你要安怎叫？你要安怎叫？抓頭抓尾攏無愛付，這軍人錢，無愛這在野的錢，義務役的錢，你要安怎講？啊！我軍心無甲你鼓勵，啊人心無甲你交代，啊我買武器，買較濟武器無效，你知影無？較早我咧做兵的時，足濟時陣，因為軍心袂穩，藏武器的倉庫去用放火燒去，講過你道理啊。所以講我毋通今日阮大家咱到。了也在了在，大家攏為着愛台灣、保台灣，對，無問題，無問題。是啊，軍人500，啊，警察嘛是愛超過攏總加起來，1500億呢？無，攏總加起來無超過500億。我說講啊，我請你，我講好，啊，你等請教李坤城，你有啊？你來講一下，你通過應該了解啊。你來講一下，在野黨若是無要通過吼，啥物攏是理由啦。吼，啊，拄啊，通過啊，有委員拄啊，啥物通過啊？軍人的加薪，咱即馬是去討論軍購特別條例，啊，也是去討論總預算。恁即馬在野黨是講吼，軍人啊，無法度加薪，吼，啊，即馬總預算要來動，啊，即馬佫講吼，軍購條例無要過嘛，是用這款的軍人無法度加薪來動。所以我講啊，在野黨來要動吼，啥物攏是理由。啊，講偌清，啊，講偌清點，無要來國會報告，這嘛佫一條。偌清點講啊真清楚，伊會使來國會做報告，要合憲嘛。合法嘛，就是講伊會使來報告，啊，袂使講一問一答嘛。這就是大法官來講，這就是違憲啊。你贊成啊？國民黨即馬反對啊？國民黨就是講要一問一答。你大家調下來談嘛。你叫我看合憲嘛，合憲嘛，按照憲法來講就好啊。你選總統的時候，伊要來另外報告，這個歪路啊！咱今日是去講好這軍購條例啦。委員，我用我的問題來問你吼。第一。如果哈有條件式的來答應講好，我某一個所在我較落軟，但是拜託的，千拜託萬拜託，這個國防的物件先互過。民進黨團有考慮這無？還是講？你講總統來報告？嘿，總統會使來報告啊！我講總統，賴總統嘛是講會使來國會做報告啊！哈，啊對啊，啊就是合憲嘛。哦，合憲會使來報告啊！啊，這會使。啊，第二個是講軍警這個加薪這個代誌，即馬應該是為着要憲法化啦，係啊，對啊，提去視線嘛，係啊，就來等啊，啊，所以若是安尼，啊，咱就規期攏大家攏來等嘿，安尼嗎？無嘛，唔是啊，這是一條還一條嘛，你袂使講，你本來用。軍人警察要加薪，啊來動這些總預算吶，總務省來動啦，啊，即馬講這個來動咱的軍購條例啊。委員，徛在民進黨的立場就是講，這兩條要先個清楚，咱才要來講，是安尼嗎？無，那安尼吼，在野黨吼，啥物攏是理由啦，啥物攏會使動啦，我老實講啦，吼，啊，所以咱今日是要講軍購條例嘛，啊，伊即馬軍購條例，即馬佫加真儕條件啊。講偌清條來報告啦，吼啊軍人啊警察啊吼加薪吼愛通過啦。好，安尼吼，我就咱就正喺內面吼，因為我這可能要請請辛老師，我先問辛老師吼，因為這內面一年一期4000億，吼啊咱來看這哇，剛才看了這我就火去啊，對美軍個作業的點數，啊一項來過3關斬6將。過5關斬6將，吼啊有誒物件吼，咱就毋是講去買原子筆。有當時我要甲你買3000粒，伊講歹勢，你來買甲吼有量10000粒，我才要甲你鬥陣生產咯。啊先注文咯，是毋是安尼？我要問講，辛老師，一年一期安尼對軍購誒效率，還是講即個買來物件有影響？第一個就是講，這一年一期4000億哦，唔知要分幾檔來執行啦吼。若是敢若一檔吼，就比一點25條8年更較濟啊，對無吼？因為無寫清楚講8000億是幾檔啦吼。啊，第二個就是講，若講一年一期哦，啊是啥物武器優先？
哦，啊是啥物系統優先？因為民眾黨提的版本吼是前5項是攏美國答應要賣互台灣的，啊第六個就講已經同意的，啊毋過行政院也是這邊攏提出來吼，我感覺第5項、第6項、第7項是嘛足重要的。第5項就是講 AI 輔助跟 C5ISR， 咱知影愛國者飛彈系統，即馬美國要賣互台灣 IBCS， 也是講台灣之盾啊，台灣 Dome， 這都攏愛系統，因為大部分飛彈咱攏有啊，是安怎買一個系統，會使整合。沈老師，你會當講較較清楚，所以整合是啥物意思？整合就是講為這個系統，敢若一個穹頂圓頂共款吼，上懸的武器、上低的武器，攏會使用這個系統來整合指導倒一個目標，用啥物飛彈來甲彈落來，安尼這是最重要的。而且咱看到講人工智慧決策資源系統啊，因為即馬要處理的代誌傷濟，以早靠人工譬如講你火炮要射擊，你要安怎計算？即馬咱買 M1 就 A7哦，伊家己計算哦，然後發現目標，伊家己計算，伊的射擊資源攏出來啊，這攏是自動化，還有人工智慧啊。另外就是講第6個的強化作戰持續能量，這是講咱即馬有的武器甲彈藥，可能若衝突來漸漸發現的時陣，可能無夠咱愛繼續買。像講拄則講到迄愛國者飛彈啊，伊毋是新的武器，伊嘛會使做這持續性的啊。再買愛國者飛彈，增加咱的數量，因為伊即馬現代化戰爭吼，你可能1000粒飛彈，可能幾工就拍了啊！啊是安怎？佇台海危機升懸的時陣，安怎來補給？安怎來增加咱的庫存？這嘛最重要的。第7個就是講，咱知影國防預算有所謂北約模式哈，因為我去歐洲開會哈，我就看到講，北約秘書長伊就講，北約模式是啥貨？北約模式是3.5。傳統的武器1.5就是網絡安全、國防產業，還有關鍵基礎設施。咱看到第7項就是國防產業，安怎甲美國來合作。不過我看到民眾黨版本敢無這條啊，這是最重要的。咱看到講諾格公司講要佇台灣設立彈藥測試場，還是講美國的無人機的公司要甲台灣來產業合作啊。第7條以上攏包含這，我感覺這嘛最重要。這咱副院長，是，你來統一來回應一下。是，你有同意他沈老師講的，這種物件真重要。是，來我來報告。你講看嘛。是，首先呢，較早沈老師講的，這每一項攏最重要吼。但是呢，阮的主張是這個吼。第一，大部分的國防預算應該回歸常態啦，唔通啥物物件攏特別化。你要緊急。有必要要甲搶單啥吼，咱用特別的，這無問題。但是你講像基礎設施這種物件，也是講較系統的迄種整合的物件，其實常態預算嘛是會使 cover， 唔是講一定愛用特別預算。這第一項，第二項，即賣無人機，比如講無人機吼，即賣攏做不對稱作戰，做這種奇奇怪怪的武器，攏做先進的，而且咧，伊的進步的速度，半年一年，迄技術攏咧翻，攏咧進展。咱即馬數4、8年就是買這個，我請問，2年後有新的你要買？吼，這是真現實的物件。吼，大家攏知影講 AI 攏一日千里啊，所以啊，功能夠再更新的時陣，咱的彈性佇倒位？所以咱一年先過2000億、3000億、4000億，啊，過來明年後年啊，個新的咱反正會使改啊。吼，這是留一個彈性佇個。講有這彈性啊？嘿，對啊，吳副執行長講的應該是第3項，這無人載具反制系統。伊有講啦，講 Altis 700M 加 Altis 600，Altis 700M 是上新的哦。咱即馬買無人機，毋是為着未來，是即馬都需要。所以美國已經賣互台灣啊，這當然嘛愛出錢，對無？即馬的別個無人機，佇後壁這個所在，台美共同研發，也是後來有新的無人機的系統，那足好誒，可能佇例行性預算嘛會使變，毋過即馬特別條例是即馬幾項美國即馬要賣互咱，即馬還佫欠預算，未來講 AI 也是作戰持續能量，也是這個
國防產業的合作，我感覺是最重要。副長誒，我想問一個代誌吼，因為我所知美國的這個武器的清單，其實在當初時寫的，到差不多年冬了後，伊嘛感覺講，這個有進展，咱來換一項啊，伊嘛有這種嫌疑啊。基本上我頭聽副總理也想講，應該有這個理想佇的，啊，那麼其實差別就無真介大。那麼對我來講，其實就好好坐落來安尼講好啊。無，以立法的，這我想兩位攏現任的委員好在着。你若講這個特別條例用寫到死啊，你就要買啥8年呢？特別條例哪有當寫到死啊？哎，再加7張，你講2張 A4啊呢？有的項目嘛有寫到死，你看迄國防部的頒布。無啦，人伊的新聞稿。我甲觀眾朋友報告，什麼叫寫到死？民眾黨迄唔該寫到死。係啊。民眾黨迄唔該寫到死吧？講什麼買什麼物件，買幾粒啊偌濟錢，這唔該叫寫到死。啊，咱唔是啊，咱民進黨的版本，吼，咱的政府的版本，就是講，咱甲大項目寫出來，吼，精準火炮，啊，精準火炮是，這項目是大的，啊，咱袂想講民眾黨會講，啊，咱的精準火炮就是要買什麼物件，吼，啊，幾粒，吼，啊，偌濟錢，這唔該叫寫到死，啊，這就是咱有這個彈性，啊，所以唔該講，吼，咱有寫大項目，只要在這個大的項目裡面，精準火炮，你數到這個項目裡面，我們都可以做調整啊。這唔夠有彈性。注意，我插一句話就好。到今擺咱互美國的錢有6800億的美金去互伊啊，物件無來。啊，當時會來，攏還袂講清楚政治哈。你話講，你話講，你尊重我嘛？你尊重我嘛？你物件當時要到，當時要來。F16升級版到今擺一隻都無來，一隻都無成功。啊！你安尼真正抓頭抓尾攏無來，像安怎？你要叫我送一條2500的互你，你感覺台灣人的人心愛過？如果今仔日是馬英九總統，你做這件代志，你民進黨早就總統有小氣啊啦！我跟你講啦，我唔免我講啦，我講本來人心攏歹做的啦，咱照公平道理講嘛，事事行，所以民進黨今仔做法這個太超過。來，我跟你講，關於這錢項的代志，這真重要。好，你講今麥回去美國有一個賬戶。迄個賬戶是毋是講即馬就報喺廠商啊無啊？就是咱物件有摕到，該報喺廠商。我聽講是90天。我們是留在那個賬戶裡面。不是啊，你項目講出來啊！你美國當時要交驚，你當時你倒邊的新老師哦，你講。這把是批發業高嘛？來，這把是賣方市場，不是買方市場啊。即馬毋是講國防部無努力啊，美國物件無互台灣，伊足儕因素。第一個就是講俄烏戰爭，像咱的刺針飛彈還是標槍飛彈，佇烏克蘭的戰場上嘛需求足強的吼。啊，美國伊家己會分配啦吼。啊，像講 M1 戰車，即馬是準時交貨，啊，這無問題。啊，毋過 F16拄啊委員講無成功啊，其實毋是啦，已經試飛成功啦吼。啊，毋過這無電戰系統啊。電戰系統無放落啊！伊今年攏會飛轉來。對啊，啊，即馬甲一月爾，應該是吼，委員，我有一集特別咧討論這 sniper 啊。有在調今年攏飛轉來，攏飛轉來，毋能夠飛無去啦。無啦，這內面那個真正敏感啊！委員，你有時間哦，你看我講的以前，好，新老師來繼續講。慢來講。咱看到講 F16V 是 F16CD 啊，伊是新的武器啦，毋是講甲咱的 F16V 是 F16AB 性能提升，迄是無共款。啊，另外針對台灣的需求，伊嘛有啥物改良還是改進哦？當然咱袂使講哦，緊互台灣啊，內底系統若有問題要安怎？哦，伊即馬第一代已經試飛已經成功啊！啊，第一代成功了後壁迄速度就會緊啦哦。我是感覺用講足儕物件要互台灣啊，安尼講這無愛心照，我這點我是無法度同意，因為你袂使講你用這個，因為這個原因毋是講美國的因素，是搶修伊的製造的速度，嘛毋是台灣國防部的原因啊。我感覺這個特別條例吼，嘛無迄個空白授權的問題啊，內底足儕項武器，其實對台灣是足重要啊。而且咱編這個預算的目的是啥貨？咱知影美國愛台灣愛編5%GDP 啊。啊，你若用我毋知影用迄個民眾黨的4000個一年一期，安尼加起來敢有3.5%。
還是5%？那無啊，像韓國的講，伊的15%，啊，即馬國會無同意迄個關稅，即馬要加25%。啊，那因為這個無上信、無心渣，啊了後，川普閣提出啥物懲罰性的條款，啊，上被胡講。來，民進黨來回應，民眾黨來回應。謝。好，第一項吼，我感謝吳醫生委員吼，甲我提醒到，其實吼，咱即馬講這個軍購的醫生吼。其實你愛着社會觀感愛首先愛顧着啦吼。第一就是講，咱有真濟人攏希望講，咱即個國防愛做較堅強的，無毋對。但是呢，是安那無人機甲即陣還袂交貨，吼，這是第一項。第二項奇奇怪怪的一寡廠商，攏會使摕到即個標案，吼，啊買什麼雞蛋啦，吼，炸藥啦，吼。我當然嘛知影講可能。因為台灣要摕到這樣物件有困難，所以愛洗彎洗角，吼，我會使了解。但是咧，會使會使迄廠商會使較 qualify 哦。迄半年前才改營業項目就會使摕到，這嘛足奇怪。所以這種足儕物件，互人感覺足疑心的時陣，是安那咱要甲這美國有公布的物件，伊具體是啥物項目寫好條，寫佇個法條內底，就是講盡量避免。有一寡空棚，盡量避免。我毋是講一定有空棚，吼，但是安尼寫吼較具體，啊較袂有空棚。啊，那像頭先老師所講，講咱要符合美國人對咱的要求，講你著愛 GDP 的1%。好，啊那安尼偏，咱到底這4000億一年一期是啥物意思？我來報告，伊啊，即馬4000億連進前的常態性預算加起來破3%，絕對無問題。啊，3點幾我無。精算我唔知，一定破3%，因為阮柯文哲之前要選總統的時候講保證要3%嘛，所以阮嘛維持這。啊，當然我嘛知影講美國希望5%，我相信有人嘛畫10%啦。但是咱莫看咱家己有法度，一年半年這個期間，咱有法度掠甲遮懸無？啊，咱囡仔營養午餐要顧無？哦，咱老人的長照要顧無？這攏是最現實的，所以是啊，我插一句話咯，無迄個尻川，你莫食迄個瀉藥；無迄個經價，民進黨你莫打迄個彈頭。咱今仔台灣今仔消散落吧，大家咧吼摕啊儕錢過啊，咱互美國要求幾千億個美金的投資攏過啊。佇安尼情形之下，你今仔要叫台灣人個落地下來一條2500億出來進前，你莫愛放一個交代。不管你是總統來國會講，還是行政院長去全國做說明會，20幾縣市一個縣市講，互大家了解。無了解情形之下，你這個時陣，都像民進黨副執行長講的，你這無甲台灣社會交代的時陣，人的心。所以今年就要地方選舉啊呢。你民眾你若有才調，你就繼續過來拗。我跟你講，國民黨家己立法院內底堅持講，你佇軍人的加薪無發進前，我國家總會上無要你撫慰，我的國防特別條例無你撫慰。你去問台灣的社會支持度，社會支持度實際上有，但是我唔敢講大家攏支持，因為台灣的社會真係4分5裂。但是我認為講，沈老師他所講有伊個道理，但是迄個道理無法度解決今仔國會這問題。所以講今仔日台灣的社會已經是安尼啊嘛。在安尼情形之下，你睇我講，徛佇民進黨的立場，徛賴清德的立場，徛佇行政院長的立場，你都要好好去國民黨、甲民眾黨拜訪來講。我問你，到今為止，羅總統捌找國民黨的人拜訪無？到今行政院長捌找過去拜訪國民黨的黨團，講啊，我甲你交代一下。啊，到今為止，國防部郭部長，不管伊過門口啊，過外口啦，伊有甲國民黨還是民眾黨的黨團做一個秘密的報告，講為着國防的機密，我無法度公開。我甲你解說，這個物件有啥物物件？無啊，機密會議毋是有起行個？到頂禮拜毋是有？頂禮拜迄毋是。迄是唔是哦？機密會議啊，基本上唔係，我跟你講，基本上你講愛倒院長就對啊啦。對，我講倒院長，我講這個倒院長，所以講你這一個生意嘛，你開一條2000幾億呢，唔係1200億呢。委員，他多後你家己也有講，迄個沈老師也有講過，啊那萬不離，那這個特朗普，你想講好啊？我跟你講，你按我規期關稅，因為關稅其實啦，等我看昨下喺韓國啊吼。你國會無甲我同意的，我隨著甲你加起來啊，敢有這種可能性？韓國迄是因為吼關稅問題，就是講吼啊關稅就是韓國甲美國講好啊，不過韓國國會一直無要同意。啊，川普講啊，你就無生意嘛，啊，所以甲韓國的關稅從比
15%，調升到25%嘛，加10%嘛。哦，啊，所以對韓國來講，伊即馬嘛講，咱即馬是毋是吼，愛緊來處理吼，無即馬加這10%吼，因咧競爭力攏無去啊。啊，對咱來講吼，是分兩項。第一項是講吼 ，AIT 的處長古立言其實吼，一直對在野黨講就是講吼，即馬恁台灣吼要顯現吼，你家己有保護家己的決心啦。所以這1.25兆的這個國防預算啊，軍購特別條例啊，吼愛緊通過吼，啊以後吼編制有順，這第一項。第二項，咱嘛真關心，嘛是關稅，咱關稅講啊真好，15%不疊加，吼，啊咱嘛是驚，就是講吼，即馬就是迄關稅協定上來立法院了，若是講在野黨個反對，吼，伊講啊我要甲你加啥，吼，我要甲你減啥，吼，還是講吼，我就是規甲你反對，這對美國來講嘛是感覺講啊你就是沒有誠信嘛，啊我嘛是驚愛講吼，咱台灣會甲韓國共款，啊這川普伊其實也會使用關稅報復啊，不無可能。這是有可能的，就是講吼，對美國來講是希望講吼，台灣第一島鏈的重心，你來幫伊分擔防務嘛，啊，不是講分擔防務，是講對咱家己來講，啊，中國要拍咱啊，中國要拍咱啊，所以咱今嘛就是要發展咱的不對稱的作戰嘛，啊，所以咱想讓他分8年1.25兆，這是有這個原因的，這是咱的國防部甲美國啊含咱所有咱的廠商哦，啊含 AIT，規攏講好啊，就是講差不多這8年這7個項目。也在涵蓋咱今嘛目前台灣所需要不對稱作戰。啊，我看有民眾黨的版本，好，我再一次講，好，雖然講伊無好，啊，毋過無要緊，鬥陣來討論。好，因為伊的版本就是吼，甲這個吼，咱的迄個秘密會議了後，所有的資料，民眾黨是提出來吼，啊，甲伊要愛的吼留開，無愛就是即嘛黃色的吼，攏甲劃掉，就是大概也是安尼嘛，吼，啊，所以因為咱這是。國防部是1年的時間才寫出來，那有可能講1天的時間，民眾黨有法度寫出來嘛？這無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伊就是人伊無可能研究啊，研究真久嘛。1個月嘛會使，無要緊，就是講吼，基本上就是為這來為國防部的報告來的嘛。啊，伊講會分什麼4000億1年1期，我甲大家報告，咱吼就甲起厝共款，你要起一棟大樓，我甲你講，你起1站或者1站的錢，起2站或者2站的錢。都無可能嘛！首相也規劃講，我這棟樓愛開偌濟，啊，原物料差不多變動偌濟，工資工年的薪水差不多偌濟，我攏要算在內嘛。那有講我去1站，互你1站的錢，對美國來講，這無法度，因無法度接受，因為因想講，這個武器毋是講台灣愛要愛爾，真濟世界都儕國家攏要愛。對咱廠商來講嘛是，咱咧扶持咱的廠商，我們要跟美國哦有一個飛鴻的供應鏈。這攏愛長時間來規劃，你無法度甲廠商講，我甲你算1年爾，以後甲講，那廠商安尼來講，伊無法度做這種生意嘛。其實哦，我甲真足甲聽起來吼，咱副執行長其實無講反對講來攻擊的嘛，對不對？即馬只是講副委員過一關過袂去嘛。啊，我所在今仔日我風聲啦，今仔日也有美國人去找恁啦。吼啊。即馬到底民眾黨甲國民黨的這個態度是毋是有小可無共，還是講無？咱骹步咧要坐鬥陣來拼。好，我補充3點吼。第一項，就先回答較多主持人講的吼，到底這兩個黨之間有啥物無共款的想法吼？我只會當代表阮民眾黨，我毋知國民黨的想法吼。若是無要討論認真討論軍購，阮袂家己摕本嘛，這足現實的嘛。我是感覺講行政院敢若怪怪嘛，所以阮國創主席安尼拼3、4天去拼美國走幾個單位啊，轉來，為什麼？就是要一寡 double check 一寡訊息嘛，對無吼？這第一項，第二項就是講關稅的問題吼，關稅會不會被川普安尼吼啊講下不管吼？我嘛希望講吼，關稅嘛較早制定啊，對產業嘛是較有穩定啊。但是問題是吼，你看日本甲韓國，人迄 MOU 簽落2、3天了，官網攏上網，全文上網。咱即馬一直開記者會講啊 ，MOU 簽啊，大家重點是啥？但是無文字，因為正式的文字，甲你記者會所講的一寡原則甲重點的，迄差別足濟。好，所以咱來看到正文。好，等個正文出來，啊，咱會使進一步看要求行政院緊寫正經的協議，啊，送入去立法院，啊，咱來討論來個通過。哦，我想這是一個合法的點數啦。無差介多嘛。是啊。
啊，但是你這個定數委員會，你嘛有一票嘛，我會記。好啊，上尾，我相信吼，因為即馬今日的會期甲1月31號啦，吼，佫有拜五，我唔知影會發生什麼代志，咱再看吼。咱來期待啦吼，來，委員，那今仔日上，我剛剛看到這個鄉長吼，又講，上好是賣去侮掉這個關稅，啊，一項歸一項呢。我同意，到目前為止，我的感覺啦，進關稅啦，真正講到25%吼，基本上我是認為講行政院這段時間安尼算有及格啦。啊，伊的缺點就是他拄副主任了講的，就是講你攏無甲台灣社會做一個階段性的報告，每一遍副院長鄭麗君倒來佇機場就臭一個面，啊，足艱苦攏無愛講啥，因為鄭麗君較早日本甲同事，伊個人吼調直啦，伊若無實在無把握，伊毋敢講，所以鄭麗攏毋敢講。啊，但到目前為止，進度是啥？咱無日本呢對日本政府對日本人的交代。韓國人對韓國我應受行政有開記者會咯，伊開的記者會攏是一個籠統的物件嘛，大概是啥物物件嘛。啊，尤其我認為講是這個情形之下，應該關稅的問題，咱即賣甲廣告的物件甲做伙啦。你兩項甲做伙來講，啊，就足複雜啦。一項歸一項。唔是咱要甲做伙，我是驚因的甲做伙。啊，然後那真正因若甲做伙，國民黨嘛愛承擔，民眾黨嘛愛承擔，有影啊無？國立連已經來國民黨過來抓，去民黨過來抓，攏拜訪過啊。但是安那到怎美國無特別的意見，就因為美國認為講還是尊重台灣的國會，吼，台灣國會調議啊，大家來協調、來合作、來討論。所以我頭先講的物件，我會認為講主持人你頭有掠個重點，就是講咱基本上調議好好啊，當好好啊談。是啊，我講的其實是無差介濟呢。你唔能夠只講我拼拜二拜五啊，宴會一定啊，你過無過，你就安怎多啦？你袂使用安尼。你硬口說硬內基層硬拗安尼對國民黨、對民進黨、對任何的政黨攏無好，迄調遐氣氛全歹去嘛，走味的咖啡已經走進去。無咧，迄是對舊年就開始氣氛歹啊。就是大把變做成啊！你啊知影，咱莫講這個啦，無要緊啦，反正我一事歸一事啦。啊，要過年啊嘛。所以我認為對台灣的百姓來講，顛倒是國家總有算比一條2500個更重要。但是國家總有算無差，啥無差，因為你若無過當用舊年多物件繼續來做，啊，國民黨為着講驚講影響到民生法案的物件，就生業的補助啊，生囡仔補助，所以講已經將這案加抽30幾案出來，要當提前來做審查，無影響到國家的總有算的進行，會當造成咱來共同來照顧台灣的社會，所以我負心大道請教。電視頂外頭，以上我說，你認為講台灣真的優先是國防愛一條外優先，還是國家總有算愛優先，還是社會福利愛優先，還是社會正義愛優先？我認為國防的總有算無遐爾重要，無差這段時間，因為你若講驚差迄段時間，安尼台灣攏免燒電啊，台灣即間無國防，你唔通袂記咯？做二年，咱的海軍。專案的漲水艦第6遍漲袂落，繼續鋪入水內漲袂落去。就講你無行政嘛，你無行政的情形之下，你無交代嘛。我南部一個，我高中同學伊是軍事的，伊走去高雄港，伊希望講漲咧，大家鼓掌漲無落，大家一個面啊臭干那啥，足艱苦啦。這無分哪無分力，大家攏知影，我們咱家己做的漲水艦，咱漲會落，但你到今都無迄個成績啊。無你現在情形之下，你要按怎要求講，你編愛一編遐爾濟錢好啦。但是民眾黨來因咧聽內底我批評一點啦，伊一年一支點，我是徛佇較新老師的立場啦。一年一支，一年一支哦，傷逼啦，因為有足濟有算是超過一年度的啦。像海軍這個專案，這專案每年都是超過明年後年的，所以這攏會使開，無受到國家總有算的影響。所以這物件咱就事論事，因為我也捌做過立法委員，咱就事論事，立法院的定數我也能了解。但我真代表，如果我代表國民黨，我真國民黨是無職務。我的心情就是講，台灣的社會今仔日需要的是民進黨政府做一點仔成績，互大家交代。賴清德總統閣3個月，就要滿2年呢。你到今你的成績佇對，你對台灣社會貢獻佇對，啊，你又軍公教今有一個交代佇對，啊，軍事要鼓勵佇對，我看無嘛。來，我請這沈老師來講一個唱水艦的代志。
拄仔委員講，即馬產水也唱袂落去啊。即馬的進度都還未到唱水誒，即馬是浮潛。即馬只浮潛啊，潛無落啊。無未到迄個階段啦。你在講浮潛啊，浮潛都無落。咱請學新老師講，咱請學新老師講。第六遍是無毋對，毋過咱看到講台船也是海軍攏講着講6月可能會交艦啦。啊，表示講為即馬開始到6月，伊當然嘛做無共款的測試。深潛還是潛下去以後，什麼功能，我感覺應該會做啦吼，你免煩惱啦吼。啊，第二就是講，你講着講1.25條一直強調啊，迄是分8年哦，分8年一年敢1500億。咱看到講今年的國防預算是9495億，啊，即馬是3.32%，那明年開始再加1500億。都有可能到5%。另外，咱講海巡，還是講關鍵基礎設施，還是網絡安全加起來，應該有到5%。我是感覺吼，這個國防預算以及特別條例哦，伊是國防專業問題啊。啊，總統要來立法院報告，還是無愛報告吼，是政治的問題。我是感覺國防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你會使政治操作不要緊啊，但是講你若無富裕。啊，就無通過，咱失去了川普這個時陣，伊願意賣台灣武器這個時機，你後蓋要買，就會像咱的燦水艦，即馬擱咧測試。那後邊啊，迄個時陣，咱美國都賣互台灣，即馬遐8架迄個燦水艦，得在台灣東部來嚇阻中國的航空母艦啦。哦，失去這個機會，可能以後就無啊。第一，你講兩手看低啦，咱是毋是要摕個5%的國家的預算？去予美國，這咱好好啊保守一下，咱調個大家好好來談。唔能講美國要給你5%，你就5%；要6%，你就6%。我講無呢代志。台灣未來會散車落吧，真艱苦啊啦！唔能叫台灣人做有錢咧。台灣人較早講錢，講輕卡陰死啊！真台灣人足濟人是落地啊地磅子啦。所以講，雖然講你是分8檔一條2500，但是你一邊喙都攏喙安尼。新老師對不對？我講的是不是？你若心得特別條例，你若過就過啊，一過就過啊！你一條2500的未來8檔，你還當種何必個啊？啊，而且你睇講個中央總預算內底，佫有9000億的國防預算佇內底咧。你9000億加一條2500，都超過2條啊！我毋知講這錢攏是百姓血汗錢，咱是毋是好好來當來講，好好講道理？啊！佇安尼情形，尊重台灣社會心情嘛。你這心情無中國情形之下，徛佇國民黨立場，國民黨要安怎互你過？啊，民眾黨伊一個小黨，伊摕一個版本出來，你著共罵甲安尼，講甲安尼無一地啊！啊，實際上，伊個版本絕對無可能有形成伊個周全專文嘛。恁是專業來編的嘛。但是足濟代志，大家互相體諒嘛。啊，袂使講用安尼對啊。希望佇咧委員會內面來討論吧。啊嘛，啊我毋知講，你要佇委員會討論，就愛佇國會一個政治啊。但你國會今日通過的法律，總統也公布啊，行政院也已經攏簽啊。結果你無要執行，講要講違憲，要釋憲，你國民黨要哪吞下落？民眾黨要哪吞下落？啊，軍人要哪吞下落？啊，這義務役講要佮提升到28000塊，最基本工資，咱正足濟義務役嘅每一個月所賺的，比一個外勞閣較少，你敢知影？來，我和民眾黨吼來講，起碼目前為止，拜5可能有機會嘛。這是黨團咧決定的啦。我相信唔知，我是做政策，我是做政策的啊。所以講，今日你嘛應該有聽到風聲吧？我這會當講吼，為我重複較多講的吼，就是講吼，我若無真認真對待這個軍購，我袂摕家己的版本嘛。吼。至於講當時會擺出去，吼，還是。安那擺，這當然這不是我的權限，所以我唔知啊。啊，這就尊重黨團。有些委員所講，因對恁的版本吼，一點仔意見就是講，你唔通一年編一擺啦。這安尼袂負氣啦。啊，你會回應咧？我感覺啦吼，如果是較長期的，吼，我無意思就是講，迄種長期的攏無遐緊急啦，無遐緊急歸入常態預算啦。啊無吼。啊，咱的台灣的這個預算法吼，也是講這攏無合理啦。該歸常態，該歸常態的用常態，該用特別的緊急的用特別緊急。我先和會長委員來回應一下。阮是甲這分出來。現在請新老師來講，來。好，就是講吼，對我來講，總預算、該軍購特別條例，
攏非常的重要，哦，沒有誰先誰後，哦啊，因為現在吼，即嘛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攏個動我調嘛，吼啊，所以連副委連討論都無法度討論啦，吼。第二就是講吼，吳委員說話都講的吼，我是感覺講可能是馬英九的時代啦，吼，講說台灣人民偌艱苦吼，咱去年咱的經濟成長吼7點多%，歷年以來最高的，吼啊，咱的人民的人均所得要已經超過韓國啊。哦，咱4萬美金攏超過韓國啊，所以民進黨執政的時陣變經濟嘛變甲足好誒啊。好，啊莫記甲講台積電佫比美積電，你看台積電的股票就好啊，你看台積電的市值就好啊。你講即馬要刷去美國，你無看伊即馬市值是愈來愈好，啊伊的股票是愈來愈起，所以不要再唱衰台灣了吼。第二個就是講吼，當然啦，即馬想要編特別條例，就是講你也是講一年編，你就袂負起嘛。即馬咱一面不對稱作戰，啊共安一直要甲咱恐嚇。哦，軍機呢一直過來，啊，當然咱還有這個第一時間，咱希望講咱會使保護咱家己。啊，咱即馬是用不對稱作戰的吼，即馬潮流是安尼嘛，所以咱編這1.25兆預算的是講，咱未來就是咱不對稱作戰，咱希望講這個武器會使第一時間吼啊可以獲得，這是對咱來講上重要的。啊，當然你講常態的當然嘛是分在這一個國防的預算裡面，啊，即馬國防預算嘛無要省啊。總預算的國防預算裡面也沒有審查嘛，無要信嘛，動我調啊，啊，所以對他來講，想要用特別條例擋加，而且特別條例不會排擠到社福預算啊，所以民眾黨的頒布來對我講啊，什麼不能排擠特別預算，所以是對預算法無概念嘛，特別條例是不會，就是怕說會排擠到說這個政府的一般的預算，所以該有特別條例嘛，特別條例的是不會排擠到政府的這一個一般的社福預算。教育預算、國防預算都不會嘛？你如果把它編到這個常態的這一個預算裡面，反而會造成排擠啊！這是上簡單預算法是安尼規定的啊。我吼上後尾我必須要和新老師來講吼，因為就國防甲軍國的這個專業來講，咱要好好個監督，我真贊成。但是愛有互伊有壓縮比的空間，這個物件中間這個美角免來掠，在執行上。或者是講在初初彈出來的時陣，是用特別條例，還是用固定的預算啊，當年來編列，都一種較好。啊，美國人是因為咱要符合，我他所聽起來吼，咱來符合就5%哦，這個條件，所以甲陸做為是安尼而已嗎？還是講在軍事的專業性上，這嘛有必要？當然，咱討論講美國要求台灣要5%，咱就想講。好啊，你愛5%，啊，我編預算，你武器若無袂好，我5%要安怎編？哦，這是互相共同利益的所在，就是講我編，啊，即馬美國就講哦，你已經編啊，展示你的決心，我會使賣互你更較好的武器，哦，對雙邊來講攏是足好的。啊，咱看到講，我看到講媒體吼來評論迄民眾黨的迄個特別條例有講。看袂到因的戰略構想啊！咱看到這個條例哈，兩邊無共款的，一個是強化防衛韌性，一個是強化國家安全啊。因為咱知影賴總統提出講全社會防衛韌性，即馬國防預算也是國防攏強調韌性。韌性是啥貨？韌性就是講人甲你拍落去，你會甲再挖起來，佮會再拍轉去，這叫韌性。哦，咱的彈藥若無夠啊，要安怎啊？另外就是講，民眾黨的條例內底有講到講，這預算無法度留用，這是上大的問題，因為因家這每一項攏講甲死死哦，講 EM109A7，那萬一後年閣出一個 A8要安怎？哦，啊，你錢無法度留用，你要安怎買這個武器？哦，第二個就是講。民進黨頒布嘛有提到講攻核的問題啦吼，攻核是一個足大的學問啦啊，其實以早台灣買武器就要求攻核愛40%，啊，毋過40%的攻核會使互咱的買的武器閣較貴，因為原來是100%，啊，你閣加40%是，就較貴，啊，毋過即擺國防部用這個攻核啊，較用袂着。大部分都是。老師，你甲咱觀眾朋友小解說，什麼叫做攻核？攻核英語是工業合作，啊，毋過伊用另外一個名詞來替代，叫 offset。offset 就是講我賣你這個武器，我會再協助你佇什麼技術引進、國內採購、國內投資、合作研發、人員訓練等等吼。啊，毋過根據過去的經驗，
因為這個也不是經濟部咧管的吼，大部分是民間的產業有咧這個需要。啊，國防部敢若利用這個工學無啥物效率。啊，毋過咱看到即屆諾格公司佇台灣設這個彈藥測試場啊，我是感覺應該是用攻核做的啊，就是講安怎增加咱攻核的效益，這嘛最重要的。啊，毋過這早就咧做啊，毋是講你佇條例講要求愛做攻核，敢若以早無做是有做。啊，國防部可能效率無遐好，因為你的技術引進，你要經過美國國防部的資訊的認證、治安的認證，有足儕條件的。啊，毋過咱的民間產業為這個攻核嘛得到足儕好處。好，感謝市議員。